来有关这个大罢免，来看桃园有一位罢免团体志工，伫个旧的永和市场招大家来联署，结果有起诉经过，用手甲挤甲骂，甚至骑后倒摆要甲冲撞，志工去报案。这个起诉讲，伊是要过路，无要甲弄。同一天的尾暗仔，伫个桃园桃林铁路的联署站，嘛有志工，互一对翁仔某骂歹听话。有议员看到，出面做公亲来排解。谁骂你了？你知道不知道？起诉对头前穿志工衫的查甫人大声骂骂，刷落来煞向吹油门。报警哦！这后壁乘客嘛出声阻挡，不过起诉员啊阻挡就被冲过，刷落来就离开。志工的角度嘛翕到当时机车向家己冲的惊险画面，罢团志工招民众联署，想袂到煞互人配谈配烂。为什么一个民主的社会会有这种现象？然后就是骑摩托车要来冲撞我，还有抢我手机。然后打到我的手，然后就赶快逃跑。语气是无奈，阁小可委屈。冲突发生伫咧漳仔埔桃园中正路到和平路口老永和市场，当时人车阁袂少，万不离想到买菜的民众，效果是不堪设想。有关民众与机车骑士因交通问题等情事发生口角纠纷，民众已至本所提出告诉。警方已依法受理，并通知该骑士到所说明厘清案情。起诉辩称是看到灯号转青灯才吹油门，无要甲弄。当日晚暗的时，类似冲突嘛发生伫咧桃林铁路宝山街口的联署店。你怎么骂人？你骂谁垃圾？你骂谁垃圾？议员黄庆辉听到一对翁仔某对志工的口气无介好，就来斗排解。你可以表达你的诉求，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啊。联署收件时间就特别到啊，相关的冲突嘛愈来愈多，就算无认同诉求，嘛无应该攻击、起无空，更加应该保持理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